有人要都照哦。要照那个，他要照手册，对不对？那前面这边呢？老师，跟对面是我们的我这一排中正教会因为樟树教会目前人还在路途中，所以请中正第二个演出单位进行到后台一备，谢谢。在5分钟后，节目即将开始。为了尊重本次各教会团体的演出，在节目进行中，非指定相关单位摄影或照相人员，请勿到台前摄影。并请勿使用闪光灯的器材。为了维护高品质的演出，请各位来宾关上你的手机或改为震动方式。演出时，请不要离开你的座位，随意走动，以免影响其他人观赏节目。再次谢谢你的合作，并希望随着美妙的音符，伴随着你有愉悦的午后时光。年6月9日下午2点整，西美中会101新贝加宣教诗歌观摩开始。我们请小提琴及黄怡婷牧师演出。
3000人姐妹的独奏及黄宇平牧师，就如同接下来我们欢迎西美中会议长王清和牧师为我这次的音乐会做开会前的祝福祷告。我们有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神，让我们西美中会在今天下午用诗歌来见证荣耀神的名、神的作为。透过众教会的诗歌分享，我们彼此激励。但愿今天下午，神的灵、圣灵在我们中间来运行，赐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起来祷告。Utadamanay wamaniam ikakarayan tapang Yesus Kristo atau bikaput no fang calai atingo nyara mikansya kami tonini arumi ar utadamanay arumi ar bipakal medan miso to finaulan miso malancai kami dini kami pacakat to latio mihmak to nikatadamano ngangan miso atau pakal sekal pahapinang to ni katadamaan no ichal wadamak ubi pakal mat isu gini kasakyo kai matumas no lipahat atau kansya ikaayaw no miso lungo chen no niam ko bi kapot no fang calai adingo no miso itini isaupot no niam kami tengil kami malayap no niam ko tadamaan ay sa pakal mat iso sa tapangan tanga sa ipahkan camuran usakat sa inunyam haidang ko ngangan utapang Yesus Kristo ami dolot Amen。我们谢谢我们的议长王清和牧师带领我们做这一次我们诗歌音乐会的一个祝福的祷告。我相信借由他的祷告，可以让我们在今天的音乐会可以进行得非常的顺利。平安，萨利嘎嘎。吉星哥哥哥，我是宋真光牧师。吉伊木伊嘎哥，我是黄瑜婷牧师。是的，在去年这么美好的经验，今年大家再一次用诗歌观摩聚集在这么美好的场地。我也觉得我们今天在这个场地，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有升级哦。如果比起去年的话，我们的场地升级，我们的舞台升级，我们的麦克风升级哈，那我们连演出的位置都升级，所以我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音乐会。对，今天虽然天气非常的炎热，可是，在刚开始就看见很多的教会很认真的在排练你们的位置。相信今天下午的演出一定是各教会已经准备很久的。我绝对相信，从我们这么慎重的在开始我们的音乐会之前，有这么多的教会在这里排场，就可以看得见你们对这一次音乐会的重视。其实，当你们看见这次的音乐会那么样重视的时候，其实我跟宋牧师也非常的看重。你们可以看我们今天的穿着，我们真的是带着正式的，穿着礼服来主持今天下午的盛会。有请给我们一点掌声，谢谢。我也希望这样的掌声是每一个教会，当他们演出完毕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更好的掌声，我们都需要掌声，是不是？阿们。好，我想一个好的主持人，话不多说，我们先来介绍本来第一个团体，因为还有一些成员还在路途中，所以我们很快做变化。我想已经站在我们舞台上，他们是中正教会，他们第一个演出的诗歌曲是主入明亮的晨星，这是周一峰这老师所做的，他是泰国人，泰鲁格人士哦。这是一首怀旧的诗歌，将近已经20-30年之久。我们来聆听看看，比起现代的诗歌有什么大不同？第二首歌呢？kita ke no wama kunini ahaka。黄牧师其实不用太紧张，我们心平气和。他是泰鲁格族，不是泰国人啊。我们欢迎中正教会的演出。
谢真正教会精彩的演出。
我们安排他们在第一个节目表演，我觉得真的是安排对了。因为中正教会名不其实的，他们非常多的演出的这个经验我记得在几年前也是去美国，刚好跟中正教会到美国大使馆演出，为了要让台湾进入这个联合国以及这个 WTO。现在我们进场的单位是樟树教会，请联心教会请预备。他们带来的曲目，第一首是《上主是我喜乐》，这个作词、作曲、编曲是刘立勋。第二首歌带来的是《坐在主的身上》，作词作曲是刘立勋老师。刘立勋老师他的作品被许多教会喜爱跟传唱哈。除了坐在主的身上这首歌之外，他其实还有非常多的作品，也是非常的悦耳动听。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就一起来聆听刘老师所做的这个作品《坐在主身上》，跟上主赐我喜乐。圣教会。
我们用开掌来谢谢我们的樟树教会带来这2首动听的歌曲。接下来，不好意思，宋牧师，我们的默契还没有培养好。没关系，默契需要慢慢来。我想说，因为刚才听到樟树教会唱到坐在主身上的时候，我特别有感动，因为这首歌刚才我有介绍，作词作曲人是刘立勋老师。如果你们对他的歌真的是感觉到很感动的话，其实他也出了非常多的一些作品，譬如说我心尊主为大，常常欢喜，天父的双手在主面前替你祷告，我是何人，以及他也有出一些台语的专辑歌曲，所以我们的这个刘立新老师，他除了会作词作曲，他也会编曲，所以他有很多的伴奏谱呢，都是他自己编写的，所以他写了许多的一些动听的一些诗歌，感人抒情的一些诗歌，所以我刚在聆听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你们是不是也和我一样也受感动呢？现在进场的是我们的联心教会。这边插播一下啊，如果这是你的车号，请你马上出去移开你宝贵的车子，车号是1273RV 5909J3 CJ45502，这边刮福静安的福音车。我再次播一次，1273RV 好，时代是什么车子吗？啊，5919J3 CJ4550，你的车子挡住了哈。在联心教会还没有完全进场的时候，我要问魏牧师，请问你是看五线谱还是简谱？我2者都看。啊，请问一下，你的教会是用五线谱练歌的，请你们举手一下。好像没有。好，请问一下，你们是看简谱的，请举手一下。哦，有哈，有些教会是简谱、五线谱是不会看，是老师唱一句，他们是跟着唱一句哈，所以8班9艺都有哈。我们欢迎联心教会的演出。第一首带来的是巴拉多海多伊卡拉样。第2首歌，他们带来的是尊荣主圣名，作词作曲是陈昌良，他是泰雅族人士。他也除了这个专辑之外，还有是大家最为熟悉的作品是《一道江河》，也是被许多的原住民教会传唱。我们现在就一起来聆听他们带来的这2首诗歌，掌声鼓励。
谢谢联心教会精彩的演出。这边好像很多的车子发生这个违规事件啊，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的转播啊。以下2辆车子，请你移车：358EJ 是计程车，5959VW 福音车。再广播一次：358EJ 计程车，5950VW 福音车，请你马上移你的车子，谢谢。我们谢谢联心教会所带来的这2首歌曲。现在要进场的是美港教会，他们要带来的第1首诗歌是Katanya i hamak itaji wamaan。这个原创不详，改编是由美港教会的牧师法六马亨亨。这个歌曲是马泰安的丰年舞曲。带来的第2首诗歌是恩典的双翼，作词是周信荣，作曲是王丽玲。这首歌的意境真的是传达出基督徒必须要肩负领人归主的使命，可以让自己的生命成为分享见证的恩典双翼。我们用拍掌来欢迎我们的美港教会带来的这2首诗歌。
kiswanan nauhani ama utadamanay kisuaw aman ngunyam oy ya ha oy ya ha ha Pinaulan amakulong karamkamen pasuarin itiyesan anu sa pasuarin kiso umamatekum kiso atay ito manay arikin karamkamen kapasuarin itiyesan oy yahay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要寻找快乐与幸福，我们只有相信我们的上帝。哦呀哈，哦呀哈。
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是谢谢美港教会带来的这2首诗歌。当我刚刚听到第一首的时候，好像主灵对我们呼喊，是不是？好，可是第2首的时候，他又说101，好，使我们大复兴。是的，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台上就是101新贝家，我想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我们借着诗歌，要把荣耀归给神，最重要的。在传福音的同时，我们要赶快把得救的人数加添到我们的教会来。Amen。我真的是要来回应一下刚才美港教会带来的第1首诗歌。其实这个是法律牧师他礼拜3临时重新编写的诗歌哈。我们想看看，当我们在预备这一次的演出的时候，我们花了多少的时间练歌，我们才敢呈现我们今天的这个作品。可是法律牧师他们是礼拜3才把整个歌，他说他们要重新更改，所以他们只用几天的时间就能够唱出这样美的一些原住民的古调，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感动。我一直觉得我们原住民的文化是上帝给我们的资产，所以我们应该要继续的发扬我们自己的文化，特别是在我们的族语的这个部分，我们应该要好好的透过我们的族语来荣耀我们的父神。现在进场的是曙光教会，他们也要演出2个歌曲。第1首是 Naira Yayao Guswan Yes， 这是由阿美诗歌主曲，作者不详。第2首歌，他们带来的是传福音，作者也不详。不过这首曲目呢，同样其实也传达出传福音的信息。这个也是我们这一次音乐会的一个举办的宗旨跟目的，让我们能够达成101的这样一个宣教使命，为主结果子。现在我们就一起再一次拍掌来欢迎我们的曙光教会。Aira
们用极大的拍掌来谢谢我们的樟树教会带来这么精彩的2首诗，曙光教会带来精彩的诗歌。请抱歉，雨婷有一点昏了头。没关系，还是要慢慢来的。哎，宋牧师，我有一个问题要请问你。是，像你那么能唱能弹，你为什么这一次没有邀请你们的教会来参与这一次的这个诗歌演唱会呢？有时候人不要一直在高处啊，有时候要低调一下，没有了哈。老实说哈，上个礼拜才主持一个葬礼，昨天才主持一个订婚，11号又要出国，所以我哪有时间练歌呢？雨婷，希望我们下次圣爱参加的时候，就不是在这个场地，我们可能会在中正纪念堂。你们觉得呢？社教馆。你们觉得我们有没有这个水准？有。阿门，所以阿门要大声一点。你觉得我们有没有这个水准？阿门。好，妇女会长听到了没有啊？我们下次要在中正纪念堂的国家。我们拭目以待哦，那个宋牧师。是。OK，刚刚我也觉得啊，我在后台跟雨婷在讨论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很棒的阿美传统诗歌，我们看到我们的节目程序表的时候，好像作者都不详，我非常的有个感慨。记得以前在玉神读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平地人，我不讲他的名字哈。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自己阿密斯要用我们这个歌来使用的时候，版权的问题，为什么呢？他早期他在这个收集这些阿密斯的歌，然后编曲成为他的作品的时候，你知道吗？版权就变成他的。努米达阿拉丢，努巴多阿塞古尼桑埃阿拉丢，可是最后版权竟然归给平地人。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这个丹凤教会，我们的指挥，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作词作曲人，所以常常鼓励他说：“你赶快给我出 CD， 不要一天到晚再送给别人。现在是注重版权的时代，所以各位亲爱的同胞，好好的发挥我们作词作曲的天赋吧。”阿妹吗？阿门。我们欢迎丹凤教会的演出。带来的第一首诗歌是《米都维丹古达棒》。第2首歌《行在主的恩光中》。欢迎他们的演出。Amin.
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大丰教会带来这么精彩的2首诗歌。我们真的是对我们的雷文米卡尔老师有期待。你那么会作词作曲哈，我们期待明年能够出你的一些诗歌分享给我们，让我们也能够有机会来传唱我们阿密斯的老师那个著作的一些诗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不但是要出来而且要发表。我想米卡尔老师本来就是一个很优秀。刚刚那首诗歌就是非洲诗歌这是我记得跟那个还有游道，我们去英国演唱的时候也是写前面那首歌也是我们阿密斯的诗歌很快的，我们的上半场就这样即将开始。可是很重要的，我们现阶段我们要做一个奉献。我想说，在我们进入奉献之前，我很想对我们上半场的这一个音乐会有一些的回应，有一些的感动，也很想在这个当中来跟我们在场的每一个来宾来分享。当我们在听完了以上的曲目，我们发现到诗歌永远唱不腻，对吗？无论是怀旧的歌曲，无论是阿密斯的古调，或者是现代的诗歌，都有它不同的故事、情感，还有意境，包括每一首曲目的曲风都不同。从第一间教会一直到当丰教会，我们听到有一些诗歌的诠释，有的是大调，有的是小调，然后有的快乐，有悲伤，有单旋律，然后也有和声，有调性，还有节奏，有不同的一些曲线的呈现在我们的当中。但是呢，这些都是整个音乐里面所涵盖的元素。虽然说每一个作者每一个时期的作者，无论是早期的或者是后期的所诠释的曲目都有大不同，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就是唯一一致的，就是歌词的内容都在颂扬主的奇妙跟恩典。所以我真的是听完了上半场的音乐，我觉得我很有感，我真的满满的感动。我不知道在场的弟兄姐妹，你们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这样的感动呢？如果我们对上帝有这样的，我们对这一次的演出有很大的感动，那么好不好用我们的这样的感动化作为行动，透过你的感恩来向神表达最高的一个谢意，我们就用奉献来支持我们这一次的这个音乐会的经费上的需求。那我们就在音乐缓缓弹奏的时候，就让我们慢慢的来预备我们的礼物献给我们的天父上帝。待会我们请招待人员一起收奉献。今天我们的这样演出，我们需要很多的个单位。如果我们需要明年还希望有这样的一个诗歌观摩的这个演出的话，需要经费。越多的经费，我们会有越好的场地，好不好？这时候在黄雨婷跟金恩这个姊妹的小提琴的伴奏下，我们预备我们的金钱，特别就是为今天这个诗歌观摩的奉献。我们请招待人员请起立，我们。
来同心祷告。Satakarawai, kalasita itay, mitapalay tu uripnya matapang nuyam. Mama mi aray, raker kami citapang itinisunan. Ngayon talamaan, sakuan sa keris numisun kaminan. Kami umusi medyo huwag na itakaw tangasay tinisuaw. Makerih numisu mamukasakiugay. Mama mi aray kami anin ni arak nulahok, urumi numisu, maharap kami mitaong. Tani kami ayawasan numisu. Matsakat, palataang kami tungangan numisu. Pagkani niya ilasiw, palataang tungangan numisu. Mama nanay, pagkani ilasiw, pagkani ulah numisu, masasilama, masasihaw kami. Mama utang aray at sa niyam tini ayawasan numisu. Mama utay kata tutong nuniyam, nanay masulur numisu. Mama mafana kisu, mama 都常我努念，任务阿拉念，那哈呢，这些理解本来就是属于你的。主耶稣，你再一次把你丰盛有形有体的赏赐在我们当中。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你让你的众儿女在这里一起用诗歌来尊荣、来敬拜主你的名。主耶稣，我们献上金钱。愿你悦纳，愿这些金钱成为你荣耀的服饰的最好的一个主啊帮助。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也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工作身心灵。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将一切荣耀、尊贵、爱戴归给你。我们将感恩，奉耶稣的名，阿门。阿门。我们也谢谢圣爱教会的妇女团契，今天他们做招待啊，也就是说奉献以及会后清洁的打扫。再次跟你旁边的人讲说，你今天很有水准哦，我就盖你。呀吼嗨呀呀嘿呀吼嗨呀。唱哈利路亚，正中万王之王，将颂赞荣耀归给他，因他配得颂扬。我要敬拜他，我要赞美他，他是我的王。高唱哈利路亚。万王之王，将颂赞荣耀归给他，以他的颂扬。我要敬拜他，我要赞美他，他是我的王。高唱哈利路亚，正称万王之王。颂赞荣耀归给他，因他配得颂扬。我要敬拜他，我要赞美他，他是我的王。我要敬拜他，我要赞美他，他是我的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高兴，终于不用打破带了。好，不知道刚刚上半场的演出，我相信很多的教会演出的非常精彩。我相信下半场这个卧虎藏龙其实都在后面的。是的，越后面的表示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强哈，我们就拭目以待。让我们从第一个节目是有一些青年他们自己创作的诗歌，用掌声欢迎他们。他们带来的这首诗歌叫做《似乎》，好，这个曾经荣获那个作曲奖哈。那我们当中中间那一位是作词作曲人，所以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一首创作的诗歌《似乎》。
谢青美教会的阿密斯乐团。其实从刚开始到现在其实我们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贵宾我们的永局局长其实来到我们当中我想他从上半场很低调的来第二场我们不要让他很低调他有一些鼓励的话，他也要宣导在几月份以后我们会有一些的。好像音乐交响诗歌我们这时候请陈局长到我们当中说几句话，我们用拍掌欢迎他，好吗？局长这么样的年轻，请说。谢谢，议长，还有在座的牧师，还有各位教友，大家平安。我先自我介绍一下。两路阿哥丁尼伊格林古丰滨的一个小小的部落叫顶阿闹，顶阿闹，那个顶阿闹只有120户。好，一定来过两路阿哥。好，今天很高兴能参加我们这个教会的一个诗歌的一个观摩活动。那其实刚可以留那么久，那其实就是要观摩青美中会。这边的一个活动，那也这个给我一些启发跟经验，因为在8月18号，那跟大家报告，8月18号是我们新北市原住民族诗歌交响乐，那活动呢，对象是所有在新北市的所有的原住民族教会。那我也跟大家报告，那其实历年来政府单位其实很少跟教会这边有一些互动，那也很感谢上帝的带领，还有我们这个市长的一些指示，还有我们议员的一些交办，那他们有这个不断的提醒我们。在都会区已经有将近45%的原住民在都会区，非常非常的多，已经快要超越这个部落的一个原住民人口。所以因此在都会区的原住民，如果他有任何的一些问题跟需求，他第一个就会直接到教会里面去寻求一个资源跟协助。那所以我们在去年就这个跟这个教会的一个牧者，尤其这个议长。曾梦霞议长，还有王清和议长，还有这个张师伯总干事，还有很多的一些牧师，比如说这个林春志牧师，很多，我在这边一一说明哦。那去年不断的建议我们，那因此在去年也是在7月29号，我们首度办了第1次的这个诗歌交响乐，那非常非常的这个成功，因此在今年有扩大举办。如果说这个刚刚有看到，应该是美港教会高雄的如果说这个有意愿可以。如果说有意愿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的话，也欢迎这个美港教会这个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甚至是如果可以提供表演节目的话，也可以欢迎你们，甚至是花莲的也是可以哦。那如果说有意愿的话，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张师伯张总干事这边报名那刚刚我也看到我们的3位年轻的小朋友乐团。那我也跟大家报告，从这个前年开始100年，我们有针对我们的原住民的这个青年，就针对乐团的部分，我们也有办理所谓的一个原住民族这个乐团的一个大赏。那我们对象也都是这个年轻的小朋友跟年轻人，我们希望是说可以借由族语这边的跟流行音乐把它做结合，希望是可以带动族语的一个传承。所以我们在100年的时候就有办这样的一个活动。那第1名就是往年都是第1名是20万，那今年我们应该会加码到30万。那如果说在座的，我想教会很多都是有乐团的这个年轻人，如果说有这个意愿的话，有兴趣的话，可以我们应该是在6月底7月份的时候会把这样的一个讯息转知给大家。那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帮我们去做宣传。
那8月18号也欢迎在座的教友，我们一起来这个在那天的一个活动，一起来敬拜神，也预祝在座的各位身心健康平安。阿来，来，谢谢这么年轻有为的陈局长哈。其实去年我们教会有参加哈，那我很感动，因为每一次我们看见政府每一次在举办原住民的时候，好像都是在丰年祭，所以那一次我特别鼓励我们的萨利嘎嘎，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突破，我们用诗歌，不分任何的教派，不分任何的族群，我们可以在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想这样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美意哈，让我们用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相信，希望下次原民局有更好的活动，多多的跟教会连结。阿门，阿门。我们真的是很期盼，就是刚才我们演出的3位的一些社青，其实他们刚才所演唱的这一首诗歌，似乎他们曾荣获第2届那个Gospel 风云新人王作曲主佳作哈，制作人是张志伟，作曲是郑蕾蕾，演出是阿 Miss。我觉得是说他们这么年轻，能够做出这么棒的一些作品，我觉得我真的是很期待以后在我们的原住民的族群里面，能够产生非常多能够作曲作词的人哈，能够来造福我们原住民。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能够安排他们在一开始的当中来演出，其实就是我们期待我们能够鼓励众教会的，如果你有在作词作曲这方面有这样的恩赐，那么我们真的是很期望你的作品也能够分享给各教会来传唱哈，让我们能够我们能够唱出我们自己我们原住民自己就是我们原住民子弟所做的这个词曲来荣耀主的名。我们第2单元，我们第一个邀请的单位是牧人教会，他们第一个所要演唱的歌曲是Radiwan Lumida。第2首举头赞美我石盘，这首歌也是作词作曲也是刘立勋老师，我前面有简单的介绍他。那这个作品我们来再聆听看看这首歌的曲调跟前面所听到的曲风有没有相似的地方，或者是旋律是不是一样优美动听呢？我们就一起来聆听牧人教会带来的这2首诗歌，我们用拍掌来欢迎他们。下个单位是崇光教。Ini kata raya
事事顺利，主是我随时的帮助，他是我力量，胜过艰难。一起走天路，一起走天路，我与主耶稣，我与主耶稣，充满喜乐，随时歌唱扬手，赞美我凡事。主的生命充满我，主有天时时时在我身旁，每时慈爱护理，有一日我完成使命，主带我进入灿烂天地。一起走天路，一起走天路。我与主耶稣，我与主耶稣，充满喜乐，随时歌唱扬手，赞美我凡事。主的生命，生命充满，生命充满我，生命充满我。哈利路亚，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牧人教会带来这2首这么精彩又这么动听的一些诗歌。我一直觉得，我从上半场一直到下半场，我发现到我们唱了很多我们原住民的一些古调，但是呢，很多的作者虽然都是就是不详，可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到我们的牧者好厉害哦？虽然那个作者是不详，可是他们可以重新改编，然后改编之后的歌更加的丰富哈，内容更加的丰富，旋律更加的优美动听。我们真的是要将荣耀归给神。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唱的第2首歌，也是刘立勋老师的作品。刚才跟樟树教会他们所唱的那个坐在主身上的这个曲调完全是不同的。这首歌带有一些的节奏性在这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刘老师他的作品真的是非常丰富、有内涵、有内容的。所以如果你们真的是听到了2首刘老师的作品，也欢迎弟兄姐妹你们多使用刘老师的作品，在教会里面用诗歌来赞美神。是的。我们常常好像听到刘立勋老师哈，我们刚刚也看见很多很好听的阿美族的诗歌啊，就像刚刚黄牧师讲的说，虽然我们不会原创，可是我们编曲，我想上帝就是喜欢把这样的旋律放在我们原住民身上，在我们原住民身上特别有很好的音乐的 DNA。Amen。你看哈，越是贫穷的民族哈，他们的歌声越动人。越是贫穷的民族哈，那个歌声越嘹亮，就像非洲哈，他们那个歌曲，你只要看到黑人他们唱歌，同样的，我们台湾的原住民歌曲也是非常的吸引人哈。接下来我们演出的单位是由崇光教会，他们要演出的歌曲，第1首是阿瓦埃古多拉斯阿乌拉，第2首歌是扎嘎法利斯阿奥利。刚刚特别请教一下我们的师母，他们说他们诗班好多啊，所以他们这次派他们的是收年团契的诗班来代表这次的演出。然后他们唱的这第2首歌，在嘎法利啊欧利永不变的这个诗，作曲是金国宝，翻译是林秀美。我们都知道金国宝老师他也是牧师哈，他也是非常早期的一位布农族的创作才子。他除了写诗歌，他也写布农族的民谣，所以他曾经做了一首布农族的歌谣，名叫《嘎拉鲁玛回家》，也非常非常的有名哈。那但是我们今天不介绍他的民谣，我们要介绍的是他做的诗。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我们的崇光教会带来的这2首诗歌。掌声欢迎崇光教会。Muzafa
谢谢。我们真的是好感动，因为现在站在我们台前演出的是我们崇光教会的松年团契哈，他们真的是年纪虽然比较年长，但是他们没有因为年长，然后他们就不愿意起来服侍神。看到他们今天愿意站在各位的面前，能够传唱诗歌，我觉得这是非常棒哈，他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些精神，真的是值得我们鼓励，也真的是让我们很感动。而且你看，他们虽然是松年，但是他们中气十足，而且他们不只能够唱母语，他们还可以唱华语，所以我们真的是再一次给那个崇光教会在一个那个鼓励啊，谢谢他们这样的演出。刚刚师母透露哈，这个崇光教会刚刚演出的平均是60到65岁啊。不要看他们年纪这么大，其实好歌都在他们身上，他们越知道的越多，所以其实我们要多请教老一辈的马阿塞，很多的老歌其实都在他们，希望我们有很多的老歌可以来传唱。下个单位是由正安教会，他们要演唱的第一首歌曲是《伊朗奥》，原创不详，填词是由这个教会的林金岩牧师。第二首歌带来的是《天堂在我心》，我们现在就一起来聆听他们带给我们的这2首诗歌，我们用热烈的拍掌来欢迎他们。下个单位是由正安教会，他们要演唱的第一首歌曲是《伊朗奥》，原创不详，填词是由这个教会的林金岩牧师。第二首歌带来的是《天堂在我心》，我们现在就一起来聆听他们带给我们的这2首诗歌，我们用热烈的拍掌来欢迎他们。
敬拜赞美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充满喜乐。传福音的人有福了，这是上帝所喜悦的。神的国度如今降临，天堂就在我心，他的荣耀降临这地，天堂就在我心，神的同在满有喜乐，天堂就在我心，他圣洁光辉环绕我，天堂就在我心，我要高唱，天堂就在
就在我心。哦，天堂就在我心。我们就是他的圣殿，天堂就在我心。基督成为房角磐石，天堂就在我心。他要接我们回天家，天堂就在我心。三灵与教会同闪烁，天堂就在我心。大家一起来。哦，天堂就在我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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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堂就在我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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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尊安教会这么活泼的演出。他们刚刚所写的2首诗歌我记得在上个礼拜我才从这个 YouTube 记得是好像是槟榔兄弟唱的哈，什么唱歌也可以，跳舞也可以，那个 image 很深哈，没有想到它可以翻成这个诗歌。第2首诗歌更活泼哈，天堂在我心，我想这也是一个非洲的诗歌。我想一个爱好音乐的人呢，他可以欣赏不同的乐器，你可以欣赏爵士乐，你可以欣赏刚刚他们有一个 hip hop 不知道我们当中的牧师你会不会听现在流行音乐？可能很多人听到叫 hip hop 或者现在年轻人这些老舍的歌，我们很快的就会拒绝了我们耳朵。其实如果你去翻开很多美国现代的音乐已经非常丰富了，不但有 hip hop， 他们还有街舞我想求主也帮助我们除了我们可以在心态上，我们可以有新鲜，我们可以创新，当然我们的好歌，原住民的传统诗歌，我们更要保留。我记得上次在原住民电台，我也看见好像是7个还是8个的排湾族的儿童他们没有任何的诗歌谱，就有一个专心教导的音乐老师，而且还是男生让这些8个从小开始就跟这些母母阿公在一起，不用看谱的，阿公唱一句，阿嬷唱一句，然后这些小朋友去唱。没想到他们就这样一炮而红，而且到国外，到比利时，到欧洲，很多欧洲人就看到这些小朋友传唱他们阿嬷的歌，心中很感动。所以我刚刚在后台在唱的时候，我也希望下次的诗歌观摩好像不只是大人，我们也希望下次更年轻更小的年龄也可以传唱我们阿美族的诗歌，你们说是不是呢？给我一点掌声嘛！这个教会我以为他们是从韩国来的，阿尼亚哈塞佑，他们是七美教会，他们第一首所要唱的诗歌叫做《巴拉伦吉亚马布蒂爱》，跟乌拉兰吉耶斯他们合编成为一个主曲。第二首歌是《永恒的主》，我们欢迎七美教会的演出。哦。
让
好吧，我们给青美教会最大的掌声，谢谢他们精彩的演出。我觉得教会有一个懂音乐，而且是音乐专门的牧师真好像这么大的作品，宋正光是不会唱的啦我们的新北中会的妇女会长再一次的提醒大家我们刚说你很有水准，我就盖你，可是我们的行为没有水准请你不要制造垃圾。这个地方我们跟这个当风教会常常在用，我们常常说，我们来的时候是干干净净的来，离开也要怎样？所以，请你往你的座位下，如果有一些杯子、有一些垃圾，请你马上收拾，好吗？现在就做一下，可以吗？跟旁边讲说，不要制造垃圾，我们是有水准的新美中会的会友。这种东西你做我做，马上就可以解决了 ，Amen。好，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下一个教会的演出，我们要欢迎启光教会，他们所要带来的第一首歌是《我们要有责任的歌》，这个是 Word and Music by Don Moen。Don Moen 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美国的一个现代音乐献上感恩就是他所写的歌。第二首诗歌，他们带来的是《向着圣城耶路撒冷》，作词作曲是燕子。其实我们从这一首歌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歌名还有歌词，加上号角响曲的那个感觉，觉得这首歌的旋律是充满了热闹、振奋。所以我想它应该是属于进行曲的曲风，是不是如此呢？我们就聆听，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一起来欢迎我们的启光教会带来的这2首诗歌，我们用热烈的拍掌来欢迎他们。如果你的车子是
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把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是看到一群大能的军队在这里为主那个摇旗，为主吹号角哦，让我们觉得我们真的是带着盼望来朝见神的面。我们真的是谢谢启光教会带来这么高亢、这么兴奋的一些诗歌来跟我们分享。其实我也在想，其实王清荣牧师也可以稍微降级一下哈，反正他们唱他的，你就指挥你的啊，总比没有指挥好啊。不啦。但是我觉得原住民最棒的地方在哪里呢？即使没有指挥，你们一样可以唱得很整齐、很一致，对吗？对，这就是上帝特别给我们的恩典。接下来所要表演的单位是安光教会。我们看到我们些服务人员，他们现在在调整我们舞台。他们不但要唱歌，还要带一点话剧。他们今天刚刚这个马耀古牧师给了他们新的资料。他们第一个要演出的是阿美语的诗歌，这个诗歌是370首，西达一代国王嘛，他的原作曲是郭子旧老师。其实这首是一个台语诗歌台语的歌曲，歌名叫做《回忆》。第二首诗歌叫《起来传福音》，原作者是民国46年的张荣胜老师。阿密斯的编曲是由马耀古牧师所编曲的。我们就用4母以下的心情来欣赏他们演出。我们用热烈的拍掌来欢迎我们的那个安光教会带来的演出。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受到功课、工作、感情的压力，在挣扎过程，你们要如何去帮助？通过101，让青年人能够得到福音。还为无助的青年、学生，有着数不清的功课压力，还为无助。教会，我们当做什么？在这冥冥中，上帝带领，向着那帮助我们双手的上帝祷告。仰望来自上帝的力量，一群无怨无悔的主日学老师教导我们的青少年、青年那看不见的双手。
trying. She's so beautiful, and I tell her every day. I know about us, boys don't think of my eyes, so it's such a dream. I see every time she asks me to I say when I see your face, no, it's not a thing that I will change, 'cause you're amazing, just the way you are. When I see your face, no, it's not a thing that I will change, 'cause you're amazing, just the way you are. When I see your face. 深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串场，来人掌声鼓励。
谢我们蓝山军合唱团的演出。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教会用蓝色的，不太符合麻药古墓的身份哦。我建议下次请穿绿色的好吗？很高兴，哎，我另外一个 partner 来了没有？这个节目从开始到结束，我相信前面刚刚很热啊，冷气才慢慢开始凉起来了，可是就要结束了。我觉得刚才看到那个安光教会这样的演出哈，我觉得他们给我的感觉是，真的是好像为我们这一期的音乐会画上美丽的句点哈。他们挥旗，就是告诉我们说，哎，我们好像已经得胜了，已经得胜了。我们真的是谢谢主，我相信我们为了等待今天的这个音乐会，我绝对相信每一间教会一定花了1-2个月的时间在练歌。我也绝对相信，就在我们练歌的当中，哎，神凝聚了我们的关系，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合一，也让整个教会信徒都动了起来。所以我觉得是说，今天妇女或者是我们中会能够办这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其实我觉得这是鼓舞了我们，可以从那个让我们的沉睡的心灵可以再度的苏醒起来，透过诗歌再一次的给我们一个重新得力的感觉，也能够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活动。如果没有你们的参与跟演出，我想今天的节目也没有那么精彩。我们再次用拍掌欢迎这12个教会的单位，好不好？对，我们一定要拍掌热烈的来谢谢我们来参与的每一间教会，真的，你们真的很棒，你们真的很棒，而且你们的牧者很棒，好，你们的队长很棒，就是因为有牧者有队长在那边的那个 push 你们，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的那个音乐会真的是完满的结束。我想再好的节目都会有结束。是，我想这时候我们请我们西北中会的义长王清和牧师，为我们说鼓励的话。最后，我们也要请我们101的执行这次的整个策划林金言牧师做祝福祷告。我们希望明年如果真的是在中心纪念堂的话，是啊，我们拭目以待，我们期待，求上帝为我们开路。阿们吗？阿们。我们恭喜王清和牧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把最大的掌声、荣耀归给我们的天上的主。同时我们也再次拍手感谢我们的2位主持人宋正光牧师跟黄宇平牧师，他们表现得非常棒从一开始对整个节目的流程，在他们的精心制作的里面、计划的里面很流畅的进行。那刚刚我们也都看到每一间教会的这个参与跟诗歌的分享，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很深的感动，太多的感动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诉说的。我相信我们在天上的主一定也很感动，因为主说，他要他的百姓要不断的称颂、赞美、荣耀他的名。我们回到天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要时时刻刻要赞美、尊荣我们的神。阿们。我觉得今天有这么多的教会来参与，可以看得出我们中会的一个用心，特别是我们的妇女部的干部们。那不过我觉得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让我们继续来学习，因为今天来参与的教会，大概有12间，等于说我们只有1/3的教会来出席。如果我们中会的众教会都一起参与的话，你可以看到一件荣耀的事情，上帝的作为会在我们的中会的中间。阿们。刚刚我们的主持人宋正光牧师他有谈到，他说我们可以做得这么好，所以明年如果可以，如果我们同心合一的话，一定可以在那个
中正纪念堂音乐厅来诗歌见证分享，那个是一个最高的荣耀。阿们。我们为主在那个地方来见证，不过很可惜，明年可能我不当议长了。希望我们继续为下一个议长来祝福祷告，我们众教会一起参与，哈利路亚。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今天的这个诗歌分享的见证，我们不是只有在这边唱歌，我们不是在分享诗歌而已。我们不是只有像那个老鹰在天空飞翔翱翔。你知道老鹰飞到最高处的时候，它的目的是为了往下直冲，要去掳猎那些野兽、那些动物。所以我们从主耶稣那里得着了一个使命。马太福音的28章19、20节，我们都很清楚。耶稣说：“你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阿们。那今天我们聚在这里，我们看到那个主题就是为了得着灵魂。我们可以透过诗歌感动更多的人进到教会，那我们也能够回到教会，继续做出神所喜悦的。我们今年我们可以在11月10号的时候，我们中会的联合受洗的礼拜。我们可以看到100人的受洗，阿们。我求主耶稣来赐福我们的众教会，为主一起来得着灵魂。所以我在这里做这样的简单的祝福在这里的每一位神的百姓、神的儿女，我们把一下这个祝祷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我们同工这边提醒。待会我们回家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小小的礼物跟便当哈，所以不要忘记在那个路口去领取你的这个恩典。所以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李牧师。Pingan sa liga ka mapulong. Sanu hulam sanu guaping sanu huni. Mamam sanu panzahan ho. Ay, iraay ko萨利嘎嘎努米达一江巴罗，给你3分钟勉励我们好不好？可以吗？杜伦在曼罕古分农班扎一年，很好。我们的经费分不够。如果我们明年可以的话，我们不一定要中正纪念堂嘛，我们也可以那个县政府的多功能的音乐厅，那个不是更好吗？好，我们用这样的信心来，好不好？好，感谢主。我们新美中会的议长、各位牧师、各位长子、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马里巴克法罗座，虽然是最后才看到安光教会的最后的演出，还被我的高中同学调侃说。安光教会那个颜色应该是不对的，那个衣服哈，我想马耀牧师很多元哈，表示你都认同各种颜色的这个信徒到教会哈，这也是好现象了哈，不可以只有绿色也只有蓝色的哈。刚刚都说希望有更好的场地哈，刚好我想到，我说牧师以后呢，中正教会。我们西北市医院帮不到忙了哈，那个是立法委员的层次可以帮得到忙哈。我们议员呢，可以哈帮大家来借到我们西北市政府那个大礼堂演艺厅那个没有问题的哈。但是一个建议就是早一点定时间，因为好的场地呢都是排一整年的，所以如果你们这个确定是哪一天要办的话，我们早一点去瞧的话呢，应该可以瞧得到那个场地了哈。那么3分钟的时间快到了哈，最后祝福我们所有在场的弟兄姐妹回家的时候一路平安。好嘞，谢谢。我的学弟很准时，还有我们的县政府里面我们的朋友那个一家都去打喽。
哎，你也勉励一下下，也是3分钟，快！感谢主，我们同胞那么多的爱主的走进政治里面，最近我们的马瑶古木他也进到民进教会去了，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等到现在，表示我们真的是很有耐心，对不对？为我们自己的耐心鼓掌，好不好？啊，太好了！我们新梅宗会的议长、各位牧者、各位长老、各位执事、各位会友，大家平安。所有主持人以上的班长、小领导，你阿鲁安，我来弄班长，我来就努米达，我把拉鲁西安的努米达古林安现在用这个诗歌，把给你kawas，你把它拉干，读了努米达，读kawas，sang bako，读soal di Saudi。Nanay dini tagay比巴达拉干多拉就诺班长上来，我相信各位都是一将，一定会努力的从2年以前，为了这样的一个诗歌的观摩，我们终于做到了。今天我跟一将在这里也已经为大家付出了。那以后我们还有这样一个机会，在很大的场合来去表演上马过，祝福大家平安，谢谢。我们一起来祷告。Aray wama mi kan siya kami tu pilipot no miso. Nani sa tapang dahamat ini mama iraay ko fang saray alingo ang kari tamian. So alin tu mama uswar no miso anong mafuhat ko nga pa no niyam haw mafuhat ay ko farot sa no niyam. Ani niya isikay ani niya tamdaw hawa alihay ko sa kafuhat ko farot sa na alihay ko ni uman alihay ko ni urungan tumatswa ay artengay irunong ko ni urungan no miso artengay irunong. Pasraan na ko kamo sa uswar no miso. Ano ba tanim niya mi kaayo no miso ano misambi kami hama had no miso ko falot sa niyam nanay mama mararid kami hama mapapri no miso tanan ni kakarayan sa pagkalumer mararid kami ami sambi tisonan mararid kami amaliw mararid kami hama ami lodlo doli mo no miso mararid kami hama misyangso papri no miso afufen kami yan sa kami mama tuay ko mi krilay pangzara aligo no miso hama ko mi kaputay Mamaw anura marara ay kulumang niyam hama pagkasualin kami iraki suami kaputo rakatsan niyam mamaw ikur do niyam hama ali hag matswa ay katsuluman karurayan kirami ay kisuit hamian mama mal lumalay kami iti mama kisuanan nanay mama usaliga ka magutay ni ani ni mama matulang numiso hama pit seluruh hatunan kakarayan nanay asa pakalmer nanay mama uparot no niya no salgagan mahama ma 建立爱读祷告的祭坛，幕后这个圣灵要复兴的时代，我们不要缺席。谢谢主，祝福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所有弟兄姊妹。主，我们知道，当我们愿意用颂赞、用赞美、用感谢来称谢你的时候，你的宝座就要建立在我们的当中。谢谢耶稣，祝福我的众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要领更多的人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不仅是要101，我们102、103，我们要领我们自己的家人、亲戚朋友领到你的面前。主耶稣，祝福我的众弟兄姊妹。待会儿的脚步，祝我们同样向你仰望。阿里妈妈，祝福所有的牧者。身心灵都得到帮助，也祝福我的众弟兄姊妹。主啊，你的恩典要加添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你要让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谢谢耶稣，祝福今天所有来到的人。我们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还有时间能不能？在这个地方抱歉哈，有几个人的车子被拖掉，是因为我们指挥没有指挥到，没有讲到说红线不能停哈，所以这个很抱歉。